主来，咱起着大家关心。当主要所基督是为一名由地饼祝谢，所以咱来照伊的关系地饼来祝谢三角来祈祷。主要所现在我照你的命令来设这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，阮谦卑求你做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贵。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坏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坏的。咱就照伊的方式来纪念伊的正甲优秀。这个是主的身躯，为着咱拍坏的，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说一下。这是要邀请所有你来听。对耶稣基督脚步行的，拢有份伫这个耶稣基督对你的邀请。你有耶稣讲，你欢喜对我，只要你有欢喜用你的性命来跟对耶稣。
兄弟姊妹，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你需要上帝恩典甲听到。你若有即款的觉悟，耶稣讲，我为着你死，我的宝贵已经为着你留。听你做你手中的宝贝来听，就是你若需要上帝的听，领受这个恩典，愿你一世人也用生命来回应上帝。奉主上帝啊，多谢你伫耶稣基督内面接纳我。我嘛要学伊的脚趾，听人亲像家己。做上帝的囝，就的确爱有你的父的活死，若无死，上帝的生命袂活。耶稣讲：“我是外面的饼，就问我的人发动为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水干。就问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弃使伊。”你若亲近上帝，上帝亲近你；你若祈祷上帝，上帝应允你。你若学习甲耶稣同顶时间，有诶我若死，基督诶新诶活命重新着活出。这是耶稣诶身躯为着咱拍活诶，咱行安尼来纪念，咱行安尼来学习。唔知有啥物人也分享收到咯？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活的，这是恩典的具体，这是通过这个来纪念耶稣的生命，咱三个来领受。食了后，耶稣摕起饼，摕起杯，讲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胃设立的，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胃设立的。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耶稣的胃所设立的，这是一个生命的新的计划。
使命。耶稣用伊的话替咱留，通过受圣餐，甲伊三甲坐倒，通过这个圣餐，咱领受伊的宝贵甲疼痛。耶稣讲，这个杯就是新约，伫伊的话所设立的，咱既然啉的是着定日来纪念伊，三甲来纪念主耶稣对你救赎的疼。耶稣佫讲，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标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丰沛，今仔日圣圣诞年节，充满你的心，三甲来祈祷。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温养阮灵魂真的食物。佫互阮明白，你欢喜阮，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体一个，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。我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本身，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来接纳阮。我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的名。咱这时来奉献。